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知識是靠人性理智的努力對於事物所得的認識，是智力勞動的成果。一個小兄弟要忠實和殷勤地工作，豈能在避免空閒靈魂的仇敵時，不會撲滅聖善祈禱和獻身之神？所以，一個小兄弟的工作可能是自學，以求得某種學識。對他來說，這將是一個工具，使他更上一層樓，去熱愛天主。這可能是關於數學、語言、歷史、哲學或各種科學等等的知識。智慧卻遠超出知識之上，它是聖神的一項神恩，是天上慈母賜給自己子女的一樣禮物。因為耶穌之神經由天上的母親賜予兒子們各種恩寵和任何福祉，認識啟示，認識天主，認識他的基督、教會和教會之母瑪利亞的這些奧蹟，真是屬於智慧的超性知識。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稱謝你，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，而啟示給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來喜歡這樣。哦，耶穌，我朝拜中的愛，你降生聖人的奧蹟，你隱藏的生活，你屬瑪利亞管轄。請看，我要在我內愛慕、敬拜、服從你的母親。我的願望，我的渴望是愛慕你，如同愛慕聖母無玷之心愛慕你一樣，也愛慕聖母無玷之心，如同你的心愛慕着她一樣。天主，真正的智慧就是認識你，投奔你。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已恩賜我這份智慧，讓我成為基督徒。願我能藉上智之助，聖母瑪利亞的轉禱，更深地認識你，投奔你，以你作我唯一的依靠。阿們。真福雷永明，你充滿聖神，你深愛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和他無玷的母親，你把救恩的福音帶到遠東地區。願主耶穌因你的轉求，恩賜我們謙遜與純潔的信德，使我們熱切渴求得到天主聖言的滋養，並且能放開心懷，在生命的每一刻接受聖言的引導。我們也願以言以行，勇敢地為聖言作見證，好能永遠得享主向那些聽了他的話並實行的人所許諾的祝福。阿們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阿們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。阿們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真福雷永明，請為我們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